隊有娛樂場裁員200幾人。有學者表示，事件反映本澳博彩業已經進入調整階段，但係仍然未出現飽和情況。不過，學者提醒博彩業從業員需要注重自身嘅多元發展，提升競爭力。汪艷秋報導。澳大博彩研究所所進行嘅粗獷式賭台增長時期已經結束，一啲條件未成熟嘅賭場喺資金同運作上都會面臨一啲壓力，所以競爭者需要重整投資策略。但係相信本澳博彩業市場仍然未達到飽和，今次裁員只屬於個別事件。會睇翻過往嗰2年至3年嗰個博彩無收入嘅增長狀況嘅話呢，其實澳門成個博彩市場嘅話，其實依然係處於一個上升軌，亦即係話處於一個增長期。咁呢個增長期呢，其實如果係對於一啲有實力嘅競爭者嚟講，或者係條件比較成熟嘅場嚟講呢，其實佢係可以隨住嗰個市場嘅增長呢，係有一定嘅利潤嘅。咁所以我哋睇唔到呢個事件呢，可能會係一個係一個持續嘅，又或者係已經有個逆轉嘅狀況，我睇唔到嘅。馮家超就話：雖然現時本澳嘅博彩業唔會大幅咁樣萎縮，但係就長遠嘅未來發展嚟睇，博彩從業員應該更注重自己嘅多元發展，避免技能過分單一，以提升自身嘅競爭能力。佢又認為內地收緊自由行政策係促進調整期提早嚟臨，但係唔係一個最主要嘅原因。佢相信今次事件對博彩業經營者嚟講係一個警號，會更促進佢哋重新調整投資模式。澳門電視台記者汪艷秋報導。